就在东市往古关的路上，沿着蜿蜒的山间小道，我们来到新社乡一座罕见人烟的原始山林。这里多年以前满山藤树，抽藤是这里特有的行业，居民就叫这里抽藤里。而我们所要来拜访的就是这山头的主人张大哥。传统产业、传统的农业来做啦，吼，就讲种带有树、高树啦，也是讲种带有绿化吼。因都讲咱这个以前的农业需要啦，吼。啊是每下是到了咱这刚一边 WTO 了吼，一个国际化，变讲在农业头同外国的竞争的进行的竞争上，吼，比如说慢慢的都讲，按的成本，按本地的成本都有较高啦，吼。啊是讲也是拄到真好的机会，是讲咱这政府也推行那个休闲农业啦，吼。啊是当时就讲，按那考虑讲休闲农业都得按顺来做，吼。啊是讲困难，啊就也按这拄好讲，啊求也跟较后生，就跟那后生安尼都上了，啊无来试下看按顺来专业啦，吼。啊就讲啊当然也这种讲年轻人的想法啦，啊是慢慢的就会改变。这山头有个很美的名字，叫做凤林谷，也有人叫它小溪头。一条潺潺的小溪就划过这重重的树林间，在这放眼望去无边无际的深山里，初访此地的我们有着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，却也怀着深深的疑虑，这里到底还有什么呢？可是老板更骄傲地说，记住马该做某啊。在去年刚好有一个机会，就是我一个朋友住在瑞典，那加到瑞典去，那我就去找他。那在他们那边，瑞典很大嘛，那他有一个，他们又是住在近郊，住了1个月，那旁边都是数公里里面没有什么住家，但是他就是有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厅，它盖在河的旁边，然后过去就是森林，那种感觉在那山边用餐，虽然是很简单的自助餐啊，但那种感觉非常的棒。那就在当时我就非常的有一股冲动，你知道吗？就想说，第一个就想到这里，那时候就有一股冲动说，如果说把这里打造成跟瑞典那个咖啡厅一样，那将是我一生的梦想，一生最大的成就。因为对外国人崇尚自然的羡慕，更因为对台湾土地的无限热爱，于是就以天地为房屋，以花花草草为桌椅，在日月星光的陪伴之下，让客人们来喝上一杯咖啡，就像是拥有全世界般最奢侈的华丽享受啊！自然就是特色，你不要去破坏就是特色。在这边的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都是我们跟几个朋友这样子一手打造起来的，这样子你会很有感情的。你如果说叫别人来做的话，可能就是说他会按照你原来的意思，然后他大概是怎么样做，他也不会去照顾说啊这个笔筒树不要去碰到它，哎这个台湾树不要去碰到它，哎这里有藤你不要去碰到它，可能不会，他可能就是怪手来挖一挖，然后进一个很漂亮的东西，好那交代给你，但是那个是没有感情的，没有生命的。那我们是当然速度会比较慢啊，但是就是说我们很有感情。原本只是斯斯文文的小生，卷起衣袖呢，盖起了自己梦想中的一砖一瓦。这里的一切都是老板的骄傲，而眼前这片青山绿水呢，在老板眼中更是一片片美味的食材。老板拍胸脯保证，在这里看得到的都可以吃啊。在新社乡的话，我们这里是在属于台中县的新社乡嘛，新社乡是一个比较没有开发的一个处女地，但是就是这样子慢慢的累积，那这里的客人对我们都很好。他会去介绍他其他的朋友，那客人在这山林里面享受那种喝咖啡，在这山林里面那么原始，有那种热带雨林感觉，里面喝这种一杯咖啡那种享受，当然我们也非常的高兴。咖啡简餐从前是在新沙乡从未见过的一个景致，去年起呢，陆陆续续出现在新社乡的某些角落，这代表着新沙乡呢，已不是在过去封闭的一个小乡镇，而渐渐要成为最有质感的观光地区了。这里没有喧扰的噪音，也没有污染的空气，只有美丽的风景陪您度过悠闲的午后。